佢話阿仔冇回鄉證過唔到嘅喎。唔係啊，咁你上邊過唔過到㗎？那条走不了的。等一下，我问一下。开到这里来，不要挡那边。喂。你带小孩，你车停在那里，带小孩去上面看一下能不能办一次性的。这个我也不清楚，这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那我过完以后过来再把车开走，这样吗？不是你先不过关，你现在车停在这里，然后你跟小孩上去。OK。你推一点，再推一点。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过关啊！你不要自己开，你现在不能开車過的，你有小孩啊！知道。但係佢話要行上邊喎，你上面係咪肯定過到先？證件呢？你的證件我先幫你收了啊！你回來找我。你一直在這裡嗎？沒有，我會在這裡。我看着你的車，我怕你自己等下開過去了。事隔2個月咧，終於可以拍翻呢條片。話說上年聖誕節咧，諗住帶 Quincy 港車北上去清遠長隆長頸鹿森林王國睇下動物啦，慶祝下聖誕節咁樣。當我哋準備晒所有證件，咁大人就好簡單啦，一張回鄉證就已經過咗關。特區護照啦，有兒童身份證啦，有回港證啦，我連出世紙都帶埋啊，諗住萬無一失。於是我哋執好晒行李，聖誕節嗰日咧就直接揸車去港珠澳大橋度出發。咁去到口岸啦，過關咧我就拎晒我所準備嘅文件出嚟啦，篤。於是徹底擊爆我哋心情嗰一刻就嚟啦。如果大家熟悉港車北上咧，或者你經常揸車往返內地嘅觀眾都知道嘅，隨行人士咧係要落車過關嘅。咁小朋友好啲嘅，但係司機咧當然啦要揸住架車一齊過啦。去到口岸啦嗰日，我老婆咧就一個人上咗入境大樓嗰度過咗關，而我咧車住 Quincy 咧就跟住我嘅車去過關入境啦。師傅，請問一下，這個證件它能讀嗎？這個機器？小孩的小孩，你的證件帶了嗎？我帶了。回鄉證冇帶啊？小朋友有冇回鄉證？冇帶係嘛？佢得回港證咯。過唔到喎。過唔到㗎？要回鄉證喎。聽唔聽到啊？佢話阿仔冇回鄉證過唔到嘅喎。What the fuck？ 回鄉證？點解我冇諗過要帶回鄉證嘅咧？因為我老婆已經成功過咗關嘅啦。我嗰一刻咧即刻打俾我老婆，然後即刻咧開住入境處嗰個網頁咧就寫住回港證係可以往返內地㗎嘛？你識唔識㗎？雖然去咗澳門都玩得好開心啊，但係因為今次嘅行程咧，雖在冇咗張回鄉證，所以我哋返到香港咧，即刻同 Quincy 去整一張，仲帶埋姐姐整中國 visa 一齊出發添。如果大家對於港車北上大陸嘅電車叉電、非用中國簽證有問題咧，歡迎大家喺條片度 comment， 我哋一齊交流下。今次我哋同 BB 又第二次過呢個港珠澳關，今次終於有回鄉證啦，2張。唔知媽媽同埋姐姐可唔可以順利過到呢？而家轉咗。你轉啦。轉咗啊？而家轉啦，嗰條轉頭嗰度轉過啦。OK。有晒回鄉證，希望過到關啦。而家喺個中國移民管理嗰度。請測量體溫。
測量體溫。系統放行，請通行。我哋呢邊。哎呀！你個蛋糕唔知會唔會冧咗咧？會唔會啊？應該冇事嘅。BB， 你返大陸啦，第一次，終於帶到你去清遠啦，爸爸，恭喜晒劉天先生，第一次踏足呢個珠海啊！終於過到啦！原來姐姐入境係要提前上網填份唔知咩入境申報表。爸爸會眼鏡揸車。BB， 你睇下媽咪啊！媽咪啊！姐姐，見唔見到？Hello。哦。耶！辛苦咗咁耐，係。成沓嘢都唔使用。係咩？係。接住喺下邊先啦。佢話我哋睇。好彩我有晒我哋所有人嘅身份證，因為佢要填晒所有人嘅同行資料。但我第一次見過入境嗰條友唔嚴咯，佢隔離嗰個係咁吸就走晒㗎啦。你嗰個係嚴嘅。係啊，佢問好多嘢。BB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開唔開心啊？今日你今日係呢個2歲嘅生日喎。然之後你喺邊度啊？啲即係喺邊啊？幾靚，個長頸鹿嘅房喎。BB， 你睇下你開唔開心啊？喺邊度啊？最大嗰層。Happy birthday！ 點樣睇？哇！BB唔好咁啊！唔可以㗎。平堡餐廳1樓。被撞到他了。哎呦！给个阿姨。呢度啊！哇 ！BB 你睇下你喺邊度？你見唔見到你自己啊？一起坐的话可能得等下一趟车，就我们这一趟已经坐满了。哦，我们等下一班。下一班了。下一班。然后我们这边靠一下，我们问一下后面的。一起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生计，一起去寻找一下隐藏在山林洞最爱的食物呢，就是小鱼小虾啦。它们嘴巴特别大，特别有弹性，可以叫做南非剑灵，因为雌雄头顶上都有2只直直的角，所以呢也叫做直角剑灵。它們呢是今次呢個旅程咧，可以話係十分之圓滿。我哋今次揸部電車上去咧，續航距離非常之足夠啊！我係100% 揸到去清遠，都仲有30幾%，大概有150幾公里嘅。咁我今次揸嘅車係比亞迪嘅海獅07 4驅版，咁非常之足夠啊，係可以由香港屯門出發去到清遠都冇問題嘅。咁當然啦，去到清遠就要叉電啦。咁如果大家咧睇完呢條片，關於港車北上啊、叉電啊，或者係菲傭嘅簽證啊，同埋咧我哋接下來分享嘅呢一批相咧，係我哋去揾一個叫做堅強哥嘅一個小紅書去隨拍。第一日入園嘅時候咧，同我哋影咗呢一輯咁靚嘅相。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都可以擺喺下邊。有興趣就可以去睇一睇啦。